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今年头一波东北季风来了，天气会较秋晴。这波东北季风爱到11才会减弱，这2天北部和东北部雨水较济。3多里风台扫过基隆的海中天社区附近的道路，昨暗已经畅通。市长陈国良公布，徛过饮水上济1户补助2万块的放量来补助。过来科技厂商联电微创，还有大数化的网站和骇客攻击，目前恢复正常。司法部指出，骇客来自洛西亚。来看气象署表示讲，台湾已经进入秋天的天气咯。头一波东北季风嘛来咯，各地1礼拜拢会落雨，天气嘛较秋晴。这波东北季风爱到11才会减弱。这2天北部和东北部雨水会较济。拜3到拜4温度会降到20度到22度。下一个24节气寒露要到啊，天气嘛豆豆变秋晴。中央气象署指出，这礼拜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天气湿个冷。初7、初8北部地区，上北基隆含宜兰会有上大雨的情形，也若是中南部过道是较会上雷公雨，若是华东地区的遮方面嘛会较高落雨。气象署是讲，要到初9、初10各地的水气才会流啊减少。周3、周4，也就是国庆日之前，各地的降雨会稍微趋缓，主要是因为水汽稍微有一些减少。北台湾的雨势是稍微有些缓和下来的，那北基宜还是会有一些短暂雨。另外，中南部地区还是夏季的天气情形，早晚也是会稍凉的。那花东地区的话，迎风面还是会有一些降雨，早晚也是稍凉的。另外，气象署嘛提醒讲，这礼拜气温嘛会降低，因为东北季风的关系，这礼拜各地天气嘛会较凉，尤其初9、初10北部暗时的气温有可能降到20至22度，也那中南部是早暗会较凉。9号、10号这2天哦，虽然水汽上面来讲是减少的，所以白天的温度看起来好像是有增加的，但是晚上持续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哦，所以夜晚的温度是会比较低的。北台湾大概只有20到22度，那中南部的影响稍微小一点点，大概会有24到25度左右的低温。气象署表示，拜5到礼拜东北风会减弱，但是有关有水气，嘛提醒讲目前已经入秋，打算未来会有一阵接一阵的东北季风入来，民众都要注意天气变化塔啥。另外，台湾东南风海面上也有热带性低气压，气象署表示有可能会发展出今年第19号风台，不过因为离台湾较远，应该是对咱较无影响，不过还阁继续观察。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3多里风台扫过哦，基隆地区落大水雨，嘛有真侪所在拢淹水。新丰街海中天社区附近，因为崩山道路中断哦，也毋过昨暗已经畅通了。今仔早起又搁开始落大水雨，是互民众真烦恼。基隆市长陈国良早起嘛公布基隆财损的补助，徛过淹水上济1户会当补助2万块，车辆哦上济1台补助3万块。市长嘛表示讲会放量来补助，嘛强调讲未来风台价的标准哦会。愈有春秋3台怪手做伙要甲土挖开，基隆新丰街海中天社区，测试受到大水雨的霜冻，附近边坡规片的土石放落来，路全袂通。车到暗时总算畅通，有桥倒摆的技术讲，安尼会当省真侪细远路的时间。整个封路还要再绕一大圈现在抢通了，这样省很多时间，至少省半小时啊。不过拜1又搁落大雨。社区的住户烦恼共款的情形会阁发生，希望土坝崩塌的问题要好好处理，甲伊断紧。不过工务处嘛唔敢挂保证，讲当时的完工。又下雨又那么大，其实已经有造成伤害了，再来可能还会有伤害。所以其实我们住在这边还是蛮不方便的。如何让整个边坡比较稳固，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挡土的设施之类的。不过我们可能还要再跟市地主这边洽谈一些可能的方案，然后做最后的决定。3度风台带来大水雨，
造成家人真侪所在积水甲饮水。不过，测试迄天灾情上较严重，煞是正常上班上课，引起部分民众的不满，嘛提出质疑。家人市长贾国良表示，为测试暗时到测试早起，伊拢有咧看雨量的变化。未来嘛，影响极端的气候，在宣布政策的时阵，嘛会更较有春秋。未来我们在于跟气象署的沟通，以及因应这个剧烈天候、极端气候的变化，那我们会更有弹性的看待未来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宣布。家人市府嘛公布灾损的补助，客家饮水救助，饮水50公分以上、100公分以下的，一户补助1万块；也若100公分以上的，一户是2万块。灾损的车辆若去互土石带去，上济是补助3万；也若浸水的车，上济补助2万。客家灾损每一个人上济5000块，拢会用上紧放量的方式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洪台扫过高雄嘛，造成超过200间的学校损害，其中文藻外语大学有几片的窗啊，拢互风吹去哦，阁有天棚的轻钢架落落来，学校是表示讲损失上千万。另外，高雄科技大学某学生啊指出讲，学校较大阁有所在水阁也未退。外壁扛一大块走廊有起封锁线，风台山土尔车衫带来上悬17级的强阵风。高雄文藻外语大学不敌强风，至善楼14楼老师休困的所在，外口走廊的窗啊，连窗啊轻做伙互强风吹走消失，天棚嘛破损严重，有一大堆树都被吹走了，就很震撼。第一摆拄到这么强的风，互学生心惊惊，毋但大楼内部受损，部分教学楼到宿舍厝顶同款风吹甲乱七八糟。因为我们有大片的琉璃瓦被破坏，还有一些教室的门窗也好，或是天花板，那都要重新重置。那损失我们还在估计当中，不过呢，大概就是我们算了一下，也大概在1000万元左右。灾后第一天上课，初7透早，文藻学校内底阁有路树断枝，初估灾损至少1000万。目前环境恢复大约70%，村的估计要2个月时间修复。但毋但文藻，高科大嘛有学生透早上课的时阵，看到教学楼内底阁有积饮水。学校的志工老师还有家长、校长大家一起来做那很快的在学校大致校园在学童活动的这个区域都已经恢复正常。山土尔造成高雄200几间学校受损，市府校方甲校友做伙合作，就希望赶紧恢复环境，让老师、学生会使正常上课。记者高雄报道。即届风台屏东4个渔港的损失要2000万，渔业的损失是真歹算哦。屏东县政府嘛提醒渔民业者，得要赶紧来统计损失，通报予公所。3道风台过了，屏东东港邦寮顶沿海乡镇的水产业者损失是真严重，海水管线规互大水冲海去，连大庄村的旧海花嘛互大水冲破一个30公尺的缺口，后壁修理工程是真久长，着民众烦恼风台过后，水产是不是会起价？涨多就买少一点吧。你如果有看到鱼货，他可能会先买。会先买起来，喜欢的可能先买起来吧。鱼类家里还好有青鱼，这薄盐青鱼烤一烤就能吃。因为即届风台屏东农气损是真严重，屏东县农业处表示，风台假才拄结束，政府机关才拄上班，一定陆续接到真侪灾损通报。屏东县拢总有21个渔港，目前敢若统计到4个渔港就损失要2000万。那目前的迄个损失的金额报出来是2000万左右，那陆陆续续应该阁会发生个即个咱的延迟性的灾损的情况啦。咱嘛希望咱的渔民紧去咱的公所甲伊的受损的情况报出来。屏东勇士渔业即届损失真严重，渔会产销人员表示，通常风台过后，渔获量加减会受影响，价销嘛会有波动，所以台北渔产公司嘛甲屏东南边渔会合作，提供五仔鱼、沙米素活动，将风台进前的库存落价卖予民众，嘛透过民众的交关对屏东勇士业者表达支持。记者陈阿双、柯敏哲特别报道。来看国内科技厂商联电、国伟创、国有大塑化这3间上市公司的网站，最近被骇客攻击，目前已经恢复正常了。塑化部是强调讲，是来自罗西亚的骇客，买来提升治安的境界，加强监控。
海客一直攻击为进前包含机场证交所这单位做着攻击，节目目标各转到国内产业，包含联电、伟创甲大数这企业也拢被攻击。虽然业者透露已经恢复运作，对营运无问题，不过主管机关包含司法部这单位，深受了解企业损害状况。我们就是有一些情势的分享，让大家能够联防来运作。这目前没有看到严重的断讯，或是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损害。海客发动的是属于 DDoS 分散式阻断服务攻击，亲像联电官方网站，伫修好了后，页面还佫有时阵好，有时阵歹。另外，伟创甲大数化是表示，无告知或者是内部文件资料外泄，对营运无影响。后续会继续监控提悬网络甲资讯基础结构，做好安全管控。有立委关心，海客这一摆攻击是不是用台湾作为主要目标？未来国内若佫拄到海客攻击，要如何应应？你们发现这个问题怎么处理？看到攻击的太阳，我们会通知我们有加入我们的所谓CERT的一些机构，跟他讲，我们看到什么样攻击，开始注意。所以当攻击来的时候，我们会有所谓的洗流量。司法部有办法处理吗？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法案叫做治安法的修法，这个法其实对我们在要求民间业者的那个治安人员的这个安排跟培训很重要，所以希望大院能够尽速通过治安法。当这个攻击来的时候，你们做了些什么？事前就是稽核，我们确定治安大家都有达到一个水准。那事中就是在攻击的时候，我们所谓的各式各样通报，事后我们就分析在攻击的太阳，再去看怎么样去加强防护。司法部长黄炎南指出，因为国庆节特别教会为避免海客的提悬治安警戒，加强监控。另外，司法部的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 App 也已经开放给民众下载做测试，望用提悬打载效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刑事局接到证据哦，伫中华园林有一对兄弟仔，今年3月开始，甲3滴毒品卡西酮加伫果汁粉内底哦，装伫家己咖啡包，佮有装伫鹅公啊，当做药丸仔伫卖。警方伫6月时掠到4个嫌犯，嘛查扣市价200万的毒品。刑事局员警来到后城毒贩，为伫中华园林新造的套房，趁着嫌犯当日困的时阵破门，入去到房间内底将伊逮捕。员警嘛锁定这厝槟榔摊，将槟榔摊的玻璃弄碎，入去到内底收证，查到未少分装好的毒品咖啡包。原来这厝槟榔摊是后城嫌犯用来暗号贩售毒品的据点。弟弟出租那个偏僻的套房，去做那个咖啡包及毒品胶囊的制作，然后再送到哥哥的槟榔摊去散货，从事贩卖。刑事局警方3月接触线报，后城主嫌甲小弟仔已经用槟榔摊方式来销售毒品，两兄弟仔佫相互分工，佫负责销售给食客。小弟仔是先做套房来作为制造的位所，佫出来2个共犯的斗分装，为了避免被查起，佫将调配好的毒品一粒一粒添入去胶囊，企图假作是药品。有益于携带、易于藏匿之特性一般装在毒品胶囊内。他们运输的过程中，也可以狡辩自身食用之，或者是医院开放之药物。警方6月发动查起，除了带回后城兄弟等4个人，查扣1601包毒咖啡包、毒品的胶囊791粒，以及原料3个毒品卡西酮。警方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上班。中华检方讯后，嘛将后城主嫌2兄弟仔升压核准。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一间连锁的豆花店，今年1月开出一张得到1000万特别奖的发票，也毋过所有人摕假造的台南地方法院的公文骗讲，这张发票有受损，还阁订补印一张。加在国税局发现主动去问店家，才发现讲有人假造公文，目前案件嘛交予警方侦办。元港无用市市经理台面，台中一间豆花店今年1月开出一张1000万特别奖的发票。最近煞有不法人士想要假造台南地方法院的公文，讲做发票毁损，要求店头爱补印。他先问我说，这几天有没有那个财政部公文下来给我们，就是要补印给他。我就说我还没收到。店头嘛，毋是真相信，要求爱留法院的影印本了后补印。好在在补印的消息，嘛引起中区国税局的警觉出面查证，确认公文是假。奖金嘛早就互发票真正持有人领走，嫌犯则无骗过面，转来目前交由台南2分局伫侦办。
国税局的人来求证，说为什么这张发票会在做补印的动作？我说是因为我们收到了台南的地方法院开出来的一个公文。照统一发票几种办法的规定，发票因果破损无齐全，还是写的内容无清楚，会当提关发票去开发票的店，经过店主确认发票收集年甲准金年是同款的，会当补印一届。啊，不过若是拍无去，是无法度补印的。国税局提醒民众，使用发票载具欠起咧线顶，会当降低发票毁损，也是互人偷领去的风险。店家补开了，要拿这一张补开的发票跟登记不清楚的那一张发票对讲，也会有机制来跟我们来确认说这一张发票是不是可以对领的发票。接获不明或是可疑的电话以及简讯，请立即拨打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客服专线。警方提醒民众多方查证，表示提假公文想要补印中奖发票诈领奖金，恐惊涉犯伪造文书加诈欺罪，已经发公文要求嫌犯到案说明。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地检署调查发现，讲现任的中华县议员詹木金进前的做乡长的时，甲主任秘书涉嫌甲业者斗空，互项公定业各厂商，这两个人先后拢互羁押禁见了。去年10月18日，中华县永靖乡福兴村甲4叶村的村民，不管乡公所出租地6公墓，互工电业者来种电，到乡所去也运作抗议。当时乡公所解释讲是前任的乡长詹木君所规划。检调今年6月发动调查，发现詹木君做乡长时，甲4年的前乡公所主任秘书涉嫌勾结业者，这是发动搜查，结果时阵2个人被关押禁见。任被告詹姓议员、林姓前主秘2人涉嫌贪污治罪条例收受贿赂罪嫌重大，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其余部分被告分别以新台币10万元至40万元不等之金额交保。詹木君连任2届永靖乡长了后，在2022年伊阁当选中华县议员。检调即摆总共搜查5个所在，并且带回19名被告甲证人。詹木君是全部否认这个犯行，4年的前主任秘书是承认有涉密，也毋过讲无贪污。今仔当地社区发展协会对一开始就反对种电，也认为是黑箱作业。这个消息当然是真欢喜啊，因为毕竟一开始我就感觉有问题啊。我们坚决不让他做了，因为这个东西对社区来说，对整个村庄来说，只有坏处，没有什么好处啊。我也早去社区，大家嘛就讲还好，当初我没有坚持啊，所以我们的坚持是对的啊。福兴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讲，第6公墓设置太阳光电发电系统面积大约有2.9公顷，也不乡公所甲业者在2020年签约了后，到2023年拢还无举办说明会，也偷偷来动工。因当时就怀疑讲有官商勾结的问题，县前乡长互关押，因支持检调，继续来查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前总统蔡英文按算12要出发去访问欧洲3个国家，会伫1个公园2000论坛来发表演说。蔡英文早嘛去总统的官舍，甲大总统见面。大总统嘛表示讲会全力来支持这届访问的行程。大清帝是非常支持这届前总统蔡英文的访问行程哦，派出过去伊的幕僚、现任的国安会执行委员黄中安做回出访。咱国伫最近这几档哦，伫欧洲积极发展经贸外交，佮成立中东欧的投资基金来强化甲欧洲的关系。大总统嘛，只是国安会甲外交部得爱全力来协助。再来看，针对美国军火商雷神公司报关军售的计销，国防部长郭立雄今仔去立法院报告，嘛强调讲，虚报计销的部分，因为咱是甲美国政府签约，所以咱嘛来要求美国方面，佮爱甲虚报的金额拢承认。美国军火商雷神涉嫌他关军售计销的案件持续咧拖，国防部长郭立雄初次去立法院报告，强调美国会负所有责任，会要求美国政府甲所有款项全部拢还回来。不过外界指记讲，其中包括远途已经雷达3个阶段维修的费用，都要377亿。去用批评讲，强要会当搁买一个全新的已经雷达。装备是我们所有的嘛，那个所获得的这一个情资也是为我们所用。那所以相关的这些维持的部分呢，都是根据我们的需求。军售是我们跟美国政府之间的签约，美方都要负一个完全的责任。军售的争议唔乃只一站，有风声讲2020年爱国者3型飞弹重新检测案，金额差不多是182亿。空军航空飞弹指挥部家己甲美国签约，
空军司令甲国防部长事先拢唔知影。郭立雄证实，迄当阵并无报去甲国防部，后来听书完整了后，嘛有报去甲立法院审查通过预算。因来美国积极打造飞航供应链，毋过自按成熟度模型验证 CMMC， 加做美国国防部采购案强制性的要求，认证这个费用可能会成做台湾厂商一个真大的负担。美国授权某一家，或者是美国授权某一家认证公司来做认证，或者美国自己在这里成立一家认证公司，所需要的这个费用就可以比较大幅的降低。那也立委质疑讲，台美除了供应链的合作，更较重要的是部分的军购，台湾已经纳钱，不过货一直也未到位。亲像大家真关注的新买的66架 F-16V， 郭立雄强调讲，会按期程2026年会当全部交货。第4季可以交吗？我们到现在连一架都还没有看到。F-16的这个交运可以符合在2026年的年底以前全数交运完毕。那首架的飞机，我想我们希望在今年第4季能够看到。增加空防的战力，后一代先进战机 ADF 嘛是重点。传出未采取家己制造甲研发，会向美国争取采购。郭立雄回应讲，自主研发若成熟，加上若有甲人买装备的可能性，家己制造后一代战机就会继续落去。目前要是惊家己制造甲人买这两个路线来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有国民党的立委提案要修改卫星广播电视法，优先广播电视法要来放入东正军的条款，虽然嘛禁止政府机关直接投资，也毋过针对间接有卫星广播电视事业系统经营者的股份，被放入到上济10%。外界质疑讲这是开后门 ，NCC 冇回应。党政军条款这个部分在民国102年的时候，确实也在大院里面有讨论。那但是最后没有达成共识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因为也有一些政府的4大基金，它间接去投资那个媒体，那微乎其微的股份只有0.1%。那这个部分确实是大家也有在讨论。另外就是说处分的对象规则的对象不对。今仔日交通委员会将对洪必忠代理 NCC 主委的资格，嘛受到立委的质疑。本地要来进行打击诈骗的报告，看敢要互伊重大去报告，立委的意见嘛无啥相共。落尾调集委员是猜是讲由 NCC 的主任必须重大报告。洪必忠是表示讲 NCC 是委员会合议制，伊是依法来行政。国际新闻咱再来看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伫初5，佮登去伊伫7月向暗杀的宾州巴特勒来造势，嘛请特斯拉的头家马斯克来徛台。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是去北卡罗来纳州来看灾。His name is Elon Musk。介绍特斯拉执行长，同时也是社群媒体 X 头家的马斯克出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中间7月被刺杀的地点宾州巴特勒造势，马斯克献出头一摆徛台收天，哪跳哪画着战斗顶台。President Trump must win to preserve the Constitution. He must win to preserve democracy in America. Text people now. Now. And then make sure they actually do vote. If they don't, this will be the last election. 马斯克指控民主党想要夺走美国人民的言论自由，甲有武器权利，甚至投票权。本届总统选战高达，川普已经先后伫7月、9月向暗杀无得手，随后伊阁去另外一个摇摆州威斯康星州造势。因为共和党过去40年只伫这个所在胜选一摆，就是2016年川普当选总统的时，所以以8日来4摆来遮，希望会当救翻选情。And it's incredible to be back in this beautiful state with thousands of proud, hard-working American patriots, which is what you are just 30 days from now. We're going to win the state of Wisconsin. We're going to defeat Kamala Harris.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也是现任副总统贺锦丽，伫海伦古峰侵袭过了后，4日来2摆去灾区勘灾，伊伫北卡罗纳州的一个物资中心帮忙发放生活用品，佮答应联邦政府会提供长期援助。That we are doing, which is $100 million to assist with the rebuilding of Interstate 40, and also again just to thank the folks on the ground
for what they're doing every day. 另外，福音类的副手华珠礼拜日是去加州圣地亚哥参加一场活动，这礼拜也会陆续拜访加州几个城市。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来看以色列又个针对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的南部进行轰炸，昨以色列嘛攻击加沙北部甲黎巴嫩的南部，加沙一间清真寺，阁有一间学校的庇护所是轰炸掉，至少造成24人死亡，93人受伤。以色列嘛表示讲，真主党的指挥官塔维尔已经过网络，也毋过真主党并无评论。以色列军方拄则要求百姓赶紧撤离贝鲁特南部真主党的据点，无久了就发动几多遍的攻击。10个吹切是以哈冲突满1年，全世界拢有相关活动，尤其以色列更加是高度警戒，吹落分别轰炸加沙加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军方讲，伫加沙北部的战斗有几多位士兵受伤，加沙一座清真寺被攻击有重大死伤。伫攻击进前，以色列要求所有的百姓完全撤出加沙。军方对天顶弹传单，提醒讲这款地区是危险的战斗区。但是估计还有30万人，还留伫咧被严重破坏的北部地区，100万人走去南部。无偌久，以色列军方阁发声明，讲有发现几多粒飞弹自加沙北边飞到以色列领土。另外，伫以色列南部的 B18 市是发生公车站枪击案，1位女警死亡，当局将这件代志认定做恐怖攻击。伫黎巴嫩贝鲁特南部的大西耶一直传出爆炸的声音，以色列讲这是真主党据点之一。黎巴嫩国营媒体报道讲，有遭受到30几遍的攻击，目标包括通往贝鲁特机场的一条主要高速公路顶头的一个加油站，还有一个医疗用品仓库。有一寡攻击还有引起连续爆炸，可能是射到军火仓库。相关攻击造成百姓重大死伤，也是自从9月23以来上严重的轰炸。以色列军方讲，以色列境内领土也遭受空袭，差不多有130粒飞弹射入来，有一寡被炸落。真主党讲，将以色列北部一阵士兵当作目标，发射大量的飞弹，并且正精准的射掉。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再来看泰国的清迈，顶礼拜这50冬来上严重的大水哦，已经造成3个人死亡。当地有一个枪的自然保护区，有超过100只的枪，几10只的猪，还有其他的动物，赶紧撤离。其中哦有9只枪搁掉伫现场，目前是有2只已经死了，其中有1只因为目睭看无，遭了校办去予水淹死。我唔知影还有偌济枪也花着，工作人员早有不祥的预感，因为大水发生今日撤离的时，就知影队伍的上后壁有一只青梅枪，因为看袂到路，走伫比其他的枪较慢。即马大水提起，大家爬上对甲真悬的残骸，看到另外一边已经死去的枪。หลังคาก็คือบนเขานี่น่าจะ5 เมตร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บนเขานี่สูงที่สุดแล้วขึ้นมาด่วนนะมาหาเรืออะไรกันพวกเรามาหาอุปกรณ์ก็สวิงมาจับแต่ตอนนี้ก็สรุปแล้วมาแล้วก็เข้าไม่ได้ที่2。泰国北部地区自8月以来一直受到严重的大水侵袭，数十人死亡，数千间家庭有路无厝。清迈遭遇50年来上严重的大水，像自然公园也难逃厄运。当局甲保育人士拍拼救这动物，才是成功的撤离117只枪。也毋过落尾又有少数几只伫真紧涨起来大水中互淹死。目前当时予规个泰国贯穿清迈的冰河泛滥，观光热门地区像亚旗甲塔贝门淹水1公尺。มีผู้สูงอายุอยู่ด้วยก็หลายคน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ะแต่ร้านเราก็ต้องมาดูเพราะเป็นอาชีพที่ต้องดูแลครอบครัวถ้าหากเยียวยาขอร้องเยียวยาพวกร้านค้าเล็กๆอย่างพวกหนูด้วย部分社区电力徛伫安全理由，先防中断进行。另外，虽然清迈机场继续运作，不过道路淹水造成班机延误，铁路是暂时停驶。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过来消息哦，过来看环境部今仔举行第6届的碳费审议会，会中定出一般的费率是1吨300块。那企业部选择相关标准的自主减量的计划，是有分2款优惠的费率，分别是1吨50块甲1吨100块。其今仔早起，毛环保团体去抗议，工总的代表嘛希望讲费率唔通定了上过悬，去影响到产业的竞争力。碳费6块，不然我就出走。
款团代表强调，从阿英仔桥出巡，未来考试企业就亲像巨型小强，优势政府想要互碳费汇率加搁较低。款团烦恼，企业只要达成自主减量，就会当有优惠汇率。部分企业期望的汇率，达动竟然是比原价价20块搁较低。这个假日听到工总提出一个更夸张的价钱，就是优惠费率要低到6块钱。6块钱，如果我们再加上碳费执法打2折是多少钱？是1.2块钱。1.2块钱比我们台北市的专用塑胶袋还要便宜。下早环境部举行第6届碳费审议会，开会进前，工总代表接受采访表示，目前还未规划台版的 CBAM 向进口业者收碳费，已经造成产业无公平的竞争，所以认为国内汇率要有配套。乖乖的减碳，我给你奖励。不乖不思长进的企业，你来课碳税，我们大家都同意。只是说这个 range， 一般费率跟优惠费率，我觉得要有一个大的差距。但款团代表认为，要维持一定的起点绩效，无根本无法度达到减碳效果。可以带动其他一些减碳诱因跟相关的经济的部分，我觉得这应该整体来算，不是只是说既有的产业他们不愿意转型，就不把其他的产业的一些新的转型经济拿进来讨论这样。下早到立法院备询的环境部长潘启明针对工总呼吁，要推出台版的 CBAM 是中兴台湾的做。如果你的竞争对手有进口国的这些所需要的这个进口量，我们会要求它的商品必须申报这个它的排碳系数，还有它的碳足迹，比较符合公平正义的一个原则。第6届碳费审议会是不是外团的最后一届决定绩效？环境部表示，佮友台审议会做成结论。下早9点半开始的会议，主要是要讨论出优惠汇率，离高个进前佮咧进行当中。记者林俊明朋友做台北报道。针对死刑的实现案，刑法法庭顶个月底判决有条件合宪了后，法务部长陈明谦今仔是去立法院报告表示讲拍算要来推出无期徒刑分级制，增加袂当假释关1世人的规定。另外，针对申请实现的37个死刑犯，伊嘛强调讲，目前已经到最高检第审核了，看敢要来提起非常上诉。法务部长陈明谦初次去立法院备询，今日委员会进前到风暴会，因为顶个月底宪法法庭宣判死刑有条件合宪，未来判死之前底线变得更加严。我们大概是那个整个一个无期徒刑可以做一个层级化的一个区分了哈。终身监禁这个是我们会再严厉。死刑适用范围很限缩，法务部也建议推出无期徒刑分级制，就算无法度判死，也考虑透过修法增订终身监禁，袂当假释等规定。这属于最重要的故意杀人罪或杀人未遂这一种属于情节最。如果被判无期徒刑，他将受终身拘禁。我们是要排除77条排除假释的，排除假释的。好，排除假。我自己主张，某些条还是要保留死刑，死刑还是有存在的必要。但是无期徒刑的话，我是建议要分级制度。那这个跟是不是认同废死是没有关系。除了修法方向引起关切以外，也有立委认为，即摆死刑实现，宪法法庭作为宣判定出判死条件，需要情节上严重，批评伤过无具体，甚至要求一滴决才会当判死，也引起质疑。宪法法庭利用做成判决或解释的时候，自己扮演起立法者的角色啊。下级审法院的法官要死刑都要一致决，但宪法法庭如果要维持死刑的判决，可以不要一致决。另外，申请实现的37名死刑犯，目前等由最高检审核，今是要提起非常上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立法院的教育委员会今仔针对逐班有牛奶、糖奶甲一寡旧校舍改建的议题来做报告。针对本地教育开学，特别提供学生牛奶也毋过到搭，有一寡国小佫无法度提供。教育部长陈英也是强调讲，会要求地方政府赶紧来解决招标佫采购的问题。不管是鲜奶、包酒乳，我们现在变成班班在等待。南委万美玲即阵时阵替班班咧等待手帮，批评教育部推动班班有先令的政策，新采进路无配套，引起未少负面的效应。我们要配合农业部的政策，但是教育部在第一线执行的时候，真的带给我们行政人员跟教师很大的困扰。部长，你认为有没有造成困扰？有造成一些困扰。是嘛？所以你就有同理心嘛。我们在乳糖不耐症在台湾的数据有多少？
依据我查了相关的研究，在亚洲地区大概有60%哦。对钙的一个补充以及蛋白质的一个补充，是关系到儿童的是否能够健康的一个发展希望在未来在政策的推动能够提供更好的品质。南非注意到学生囡仔会有灵糖不耐症的情形，要求教育部开始整合。如果是这期因为冷链运送者问题，各大7成学校选择补救令，也原本已经有发现冷的管区，所以停发，反倒要做到政策摆脱。是不是有一些县市开始蠢蠢欲动，想要取消原有的鲜乳？那会不会挤压了我们这个原本政策的福利？即便现在1周供应2次，其实还是远远低于所需要的。哪些各县市其实在以往没有这个政策之前，其实也有提供。那请千万不要因为有这个政策而把原来的取消掉。另外，南非关心老旧校舍改起的问题。因为政府明年度总预算只编列37.5亿，要求编列充足预算，确保学生囡仔学习环境的安全。也有针对文化等4间大学底部欠押的代志，教育部表示，针对校长的处罚，按算1礼拜3到会，相关罚150万。那校长不服，应提起救济。记者综合报道。台东伫顶礼拜连续落4天的大水雨，花东冲国离期大约是有30到50公顷的稻仔倒长。县政府当个勘灾虽然农民想买稻仔的保险，也毋过目前初步的统计，恐惊阁还未到会当理赔的标准。风台过了后，关山镇的农民去巡产水，镇公所嘛做农损的调查，部分的田当结穗的稻仔，就发生倒去浸在水底的情形，有可能会影响麦当稻仔的收成。初步估计，这倒去的稻仔产量至少会减2成左右。那像这个非常饱满的这些稻穗，就会产生像后面的这种情形它产生了倒伏的现象。那这样子倒伏现象产生了之后，它的损失至少就要在2成以上。台东县创国地区鹿野到池上乡迄块地啊，部分的稻仔嘛有倒去的情形，因为各乡镇当咧调查，台东县政府目前的统计，已经有超过30公顷的稻仔倒去，而且拢已经结穗啊。因若大水雨嘛影响当咧授粉的区域，有可能会造成授粉不良，所来无法度结穗延迟性的灾害。都要等到麦当稻仔收成了后，才有法度统计真正受损的数据，以稻仔保险理赔标准来申请理赔。被授粉就农损了，就是很多空包蛋了。后续评割，如果产量减损，在单一乡镇是有2成以上的产量减损的话，那就会有启动这个保险的理赔的机制。那每公顷的理赔额度是18000元。目前稻仔倒去受损的面积，也未达到稻仔保险理赔标准，受灾的农民可能无法度得到理赔。不过，县府呼吁农民，若发现有受损的情形，也是爱赶紧去公所登记，保障家己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风台天家人有一个消防员穿制服去买便当，也毋过有民众是质疑讲，还未到食饭时间就去买便当，这嘛引起真侪讨论。有不少人是真支持消防人员，也毋过某团体是建议讲，应该要提供消防员愈侪资源。救灾工作甲时间走小日，一旦接到灾情通报，消防人员随穿装备出勤，无时间正常食饭也是常常有代志。最近风台来袭，家人一名消防员还未到中昼12点，就穿制服外出去买便当，互网友翕相公审，引起讨论。消防署是部分支持消防人员穿制服买餐用餐。消防署在106年已经通令各直辖市、县市消防机关，在不影响勤务运作之下，穿着消防服外出购买饮品、餐点，以补充体力来执行消防勤务。平常时辛苦的训练，也是为着救灾时，会当伫黄金时间抢救更较侪的人命。汤圆搜救舰队也声援消防兄弟，民众大部分回忆。2018年2月70日，花莲大地震，分门碎体倒去第3日。透早5点入去灾区救灾，暗时11点才出来。到饭店西城区休憩途中，经过素食店，经理走出来对着规身躯垃圾的因话讲花莲欢迎恁，也表示要请客，让因真感动。警消医护这些工作，因为有很多突发状况，会导致我们在正常吃饭时间不能吃饭，我们只能在工作的时间急急忙忙冲去买饭。消防权益促进会认为，
消防后勤支援应该更较健全，若无发生大型天灾，若便当店无开门，便利商店无法度运作，完全无物件通买咧。大批救灾人员敢是爱摇巴肚，建议会当学外国准备防灾食品，注意式的葱鸭肉，互消防救灾用餐无顾虑。记者综合报道。宜兰新的罗东转运站启用了，也毋过因为离火车头较远，县政府就安排往来转运站的公车。也毋过民众认为讲15分钟才一班车是让上过久咯，伊嘛希望讲会当有电话卡，互因会当往来。平日下昼坐专业车，火车煞无乘客。新宜兰罗东转运站启用了后，因为离火车站较远，通勤无方便，县政府推出专业车，毋忙解决问题，也毋过坐人无坐。专接车发车煞无人，司机讲平日除了尖峰时段，坐车人无坐，也毋过假日某一个时段是出现人真侪情形。那有接驳车？有。你会使用吗？我不会。为什么？我走路就好了。走路。放假日几乎做不到。因为人太多。人太多根本不好。部分民众认为，买一个专接车用时间来等待，不如直接用行就好，也是希望会当有连贯的防护走廊较方便。专接车逐工早起6点服务到暗时8点，15分钟一班次。根据县政府统计，平日早起6点到8点的尖峰时段，专接车坐人数大约50至60人。假日是伫下昼4点的时段出现人真侪情况。经过这段时间的这个调查以后，我们会在今年底做一个完整的分析。那我们在明年初会将班次做更精进的优化。县政府表示，专接车主要是提供民众铁公路转乘需求，年底进前检讨班次实际坐状况，明年会随时调整。另外，连贯式通行容道的部分已经并入明年度500万预算做规划。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青山渔港的海边啊，曾发现有4只乌鹅靠打，其中有3只还无严重哦，就放因收回去。有1只是被带到城大的海岸海地中心去治疗，咱做回来了解。城大鲸豚中心的志工2个人一组，一个人依持乌鹅的姿势，甲伊的鱼领还个气孔顶面，避免伊的器官去放地着。那另外一个是一直甲伊淋水降温，希望医治伊的生命现象。从那个挫伤的后面，你也可以看到有很严重的晒伤。那其实这样对他，第一个危机就是第一个会脱水，然后第二个大面积怕感染，拿到血检报告，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应该给什么药，该怎么处理。海巡署早早起8点接到民众通报，讲台南青山渔港南堤海沙坡有4只活的海猪集体化沙，也因为安尼先随通报南部分署第1划船队派人去救援，也要联络城大鲸豚研究中心协助。到现场看了后，认为这海猪应该就是乌鹅，其中3只身体状况较好，原地甲伊放回去，也那另外1只是带回去治疗。它在台湾周边海域会季节性的通过台湾周边海域至于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搁浅的情况，后续我们会再持续的关注。王浩文表示，乌鹅是群居的动物，大声放放腾去的乌鹅竟然够收到回来，互现场的人员是保养弃置。不过，为什么跨沙目前是无法度判定？也因为乌鹅集体迷失路径跨沙，离最近一届是4年前，迄当时伫咧高雄港的港口方发现有5只，落尾是5只死亡。也因为这届是发生伫咧三道日风台过后，敢是甲风台有牵连？这部分也需要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家己有一个姓陈的查某人，甲伊的朋友请旅行社帮因组团去克罗埃西亚佚佗，也毋过当地旅行社说讲，因无收到台湾旅行社的钱，所以爱因伫当地付钱，才要继续行程。针对这事件关公署嘛已经在调查了。为家己来姓陈的荷兰人总共17人，家己组团请旅行社规划克罗埃西亚行程。离境进前，说互当地旅行社用无收到台湾旅行社款项做理由，要求因个付钱。最后，因先付新台票187万外。姓陈的荷兰人写面册，被骗伫当地什么人来救咱，才会自由。关公署继续调查，切次会去旅行社进行业务检查。他的契约有没有按照规定签嘛？该保的保险有没有保嘛？那中间的款项的付款状况，我们也会进行了解。初步了解两边讲法，旅客表示台湾旅行社无付相关的费用，造成当地旅行社无要行行程。当时旅行社表示，因为雄2天风台假造成汇款时间差。关公署表示，若旅行社有违反消保法或者是员工的相关法规，会依法裁罚。
根据了解，这旅行社是用客制化游程为主，经营差不多20年。拢以自顾客介绍较济，网页顶悬也无套装行程，拢是照人客需求来规划。留好相关的缴费资料，以及签订旅行契约书，回来台湾之后，能够向中华民国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提出旅游纠纷的调处。丢包的情形，它是有针对业者的恶意程度，除了呢这个旅费的赔偿之外，它还有额外的惩罚性的违约金3倍到5倍不等。消基会表示，依照旅行定型化契约，就算是客制化行程业者宣传的单啊，甲游客约定的行程，拢是看做契约的一部分。消费者若保存相关的单啊，各伫个比拼伫当地时阵修正，应组成甲原本行程无同，所产生的费用。回国了后，拢影响主管机关申诉向业者求偿。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宣布讲，本地定价要起7趴的华人旅馆甲饭店即马无要起咯。有业者是真肯定，嘛华人其他的产业是认为讲，伫地动了后，大家拢无好过所以认为讲定价应该全部拢先卖起。加入即间伫做华人冰产的工厂，几啊台大型的航箱当伫航棚，加上大型的冷冻库用电，每个月电钱开销是真烧热。知影经济部针对部分的行业，电钱是无起，业者嘛希望家己会当伫个无起的范围内，包含餐饮业，甚至于一些服务业、零售业都会受影响。因为花莲以观光为主，如果观光不好，其实相关的这些产业也都不会好。花莲石头的工厂嘛真济，光是加工区就有美仑、光华、甲北部3大区。地动了后，包括清运破去的石头，交回时间前期，路袂通就爱线远路的成本拢增加。不过处理石头这道，这个起电钱算是蛮爱起。事实上都要业者自己来承担然后再加上公路运输的费用这些事实上现在食材业当然是相当的困难，后续衍生成本的大量增加，当然我们会希望电价上面可不可以动涨。花莲旅宿业强调讲，地动了后，大小路边境无甲2成，而且地动发生到大，已经有19间业者收起来，电钱若是无起，对大家来讲，拢会当减少压力。原本在旅宿业的部分要调涨7%，那经济部呢考量花莲地区在04、03过后，旅宿业的一个住房率呢一直都呈现在比较低迷的状况，所以考量这个情况，给予花莲的旅宿业冻涨。关府呼吁中央4月初3地动了后，加上2届风台扫入来，变来落大雨路都袂通，是大大影响花莲的经济。那敢若针对部分的行业无起电钱，那全无啥公平。我们当然期望，它能够动涨的层面不只包含观光产业，也包含商业，也包含工业，其实是全面性的。行政院党部办公室强调讲，冰产是属于食品制造业，电钱嘛是伫个无起的范围内。若其他亲像小食店等小型的店头，本来就无起。另外，针对用电甲散达水提行业，嘛有起一半或者是无起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因应超高龄社会甲少子化，卫生福利部今仔宣布要来成立3大 AI 中心要甲照护的资源转做 AI 人工智慧的应用。目前专家员计共是有16间的病院通过决选，要来正做 AI 的指标病院。未来卖甲社署来合作，协助厂商来验证 AI 的模型，提升检查的准确性卖甲健保署来合作，争取健保的给付。台湾有西游记王国的称号，西游记的人口超过9万人，其中大约有5成西游记的病患是因为心血管疾病来死亡。为着减少西游记患者并发心衰竭风险，台北营总甲电脑软体公司合作，研发出一套人工智慧 AI 预测系统，会当精算出西游记的人发生心衰竭的几率，准确度达到9成，大大提升西游记的安全性。牺牲的时候，如果说万一突然血压掉下来的时候呢，事实上他们都是一个紧急情况。那这种情况如何能提早发现的话 ，AI 是一个很好的帮忙。人工智慧运用伫医疗愈来愈普及，不过面临无透明性、治安甲隐私等疑虑。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卫福部初次宣布成立3大 AI 中心，未来会透过制定治安甲隐私权的管理办法，公开 AI 模型、资料效能等，提升 AI 透明度，也会甲技术合作，协助厂商验证 AI 模型，提升验证速度甲准确性。各甲健保署合作建立 AI 临床试验机制，争取纳入健保给付。特别是在少子化与高龄化社会挑战下，我们必须要加速导入智慧医疗科技，优化长照政策，改善医疗环境。AI 帮忙做临床试验，确定有临床效益的，把这些资料给健保会的一个专家呢，那他有个科学的一个基础，可以来评估适不适合来做这个健保的给付。卫福部强调，因应超高龄社会甲少子化，照护资源已经渐渐转做 AI 人工智慧应用。保证将来有16间病院通过决选，加做 AI 指标病院，未来也会继续推动 AI 技术的应用发展环境，为国内智慧医疗产业奠定基础。记者综合报道。逐当的10月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会办新文化运动会，今年会透过展览，要互民众来了解日本时代警察制度是安怎来运作，佮是安怎来影响迄当时台湾人的生活。即马台北的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前身是日本时代1920年起的台北北警察署，是台北目前上有规模的警察局公职。今年的新文化运动会对这段古迹的历史出发来规划特点。新文化馆望透过展览，互民众了解日本时代的警察制度安怎影响台湾人的生活。课本都学过，就是日治时期的警察就是无所不能。其实我们是在逛这个馆，然后才发现有这个展。这里原本就是北部的警察署，所以能够在警察署里面介绍说以前的警察到底是怎么训练的，然后他们是管辖的范围是什么，我觉得就蛮有趣的。台湾老一辈的时代，定会讲大人要来甲你掠，叫囡仔就要听话。伫咧1926年，台北州警察卫生展览会，台北画一北蓝毛警察大菩萨的海报，一手行刀，一手提佛珠。警察除了治安，嘛要管卫生、鸦片，也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管控等等。警察的权力真大，会使讲是台湾总督府职权的实际执行者。南无警察大菩萨，也是我们这次展览的一个主标。那我们这次有点像是要把它解构，就是说告诉大家，其实这个大菩萨根本就没有那么神。他其实透过很多的法条，透过很多的训练，然后希望让透过大家这个展览的话，能够去更理解说，当我们选择让警察或者说某些公务机关它的权力无限扩张的时候，是不是会发生其实不好的效果？新文化馆表示，战后国民政府沿用日本的警察制度，也拿北苏的空间嘛，称做白色恐怖时期新闻关押政治犯的单位之一。今年新文化运动会除了结合古迹办特点，新文化馆嘛会办导览，带民众去演过北苏警察大人的管理范围行大，互民众了解北苏的工课，嘛毋忘对历史有愈深的思考。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来看，阮剧团用一档的时间来找找地方的故事，透过工作坊、展览、有讲座，把故事用真趣味佮艺术性的手法来分享，互大家来了解。那么做伙来看卖。溪口乡布袋戏演出时会使用的彩楼，东石乡市蚵仔的产业知识，大拿店用手干仔说的故事来讲较早大拿酒店内底的代志。这场展览的物件，拢是台语表演艺术团队阮剧团要来向大家分享的地方精神甲历史文化。因为过去展览伊是较资料性的，但伫咧这个展览伊是透过一个较动态，也是较艺术性的一个手法，甲这个趣味啊，甲一个来。算讲是内涵啦，内涵来呈现互咱遮的民众朋友安尼。一直推广台语戏剧演出的阮剧团，伫即届剧场公众节当中，用工作坊、讲座甲展览的方式，若要分享各乡镇地方创新的成果，嘛希望找到未来新的文化行动。我们跟不同的社区的伙伴合作，邀他们来也去讲他们自己的故事，从每一个人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观点去讲这个地方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想象的就是。这个地方的未来可以怎么样？甲所有咱参加社区工课的人做伙结合起来，讲一寡较有系统性的，这几档到底做啥物代志，一个经历看会当做伙以后会当做伙搁做啥物行动，我是感觉这是足难得的这个机会安尼。阮剧团表示，因剧团的成员成立地方文化工作团队，用一档的时间，伫家己县的山区海线记录在地历史甲故事。
即届借着活动的举办，互相交流，希望透过社区共学共创的方式，会当甲地方的人事物产生更较侪连接。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受到东北季风佮对流正旺的影响哦，会有短暂的强阵雨，加人北海岸、南投佮台北、新竹佮嘉义的山区，嘛有可能会落大雨。该特别注意单雷公佮透风，山区哦，就要注意水防山。地势较低所在，嘛要特别注意，可能会淹水哦。下晡的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外岛地区上低23度，上悬30度。咱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